早晨，大家好！今日嚟到吉準站，去嗰個商店街，而家就由呢度行過去。由嗰個吉準站行過嚟，大概係5分鐘左右，好快就到。嚟到呢度一定要商店街嚟呢個吉準地藏大菩薩啊！搖返2下啦，一定要。呢個就係吉準市場商店街，裏邊有各種各樣美食㗎。呢個係貝多拉門，行入去行下，最近都冇嚟過，好舊啦，好有歷史感。有呢啲燒雞翼啊，滷水雞翼啊，日式嘅滷水雞翼。雞。呢度係好多店都冇開啊！嗱，買魚嘅呢度係。呢個係韓式㗎，呢啲係韓式嘅。呢啲係韓式嘅キムチ泡菜蒜頭。呢間係泰式㗎，泰式嘅貨啊，越南貨啊，係越南。海鮮呢間都係賣魚嘅，有呢啲福魚、水泡魚，各種各樣都有。蔬菜嘅商店街，呢間商店街睇下呢個。賣菜嘅，各種各樣嘅蔬菜、水果，乜都有齊啦。商店街裏邊有好多橫街窄巷啊！行過嚟睇下呢度先。
仲有個係呢個係越南嘅神像，生意興隆嘅代表。啱啱炸起嘅仲有好多。係呢個歌，呢個禮拜堂啊！呢個係屬於最新建嘅，都有10年左右嘅啦。如來神佛像啊！呢度又係買菜嘅。我啲西瓜斬開一嚿嚿啊，幾塊。